这届大地震有7.2的规模，全台湾拢感觉讲这土卡是真害。彰化上界大的震度也达到5.6的级数。伫埔盐乡就一栋100多年的土卡厝，或者地震摇甲贵的是倒去，加在是无造成这人员的伤亡。乡公所也赶紧thiết立居民，所来会协助相关的重建。原本是出入的门口，即阵满世界拢是砖仔角。今仔早起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彰化上大的震度有达到5.6个等级。埔盐乡有一栋土角厝，未堪伫地震咧摇，就安尼放去。地震我都出来啦，无出来就危险就地着。啊，都要去叫我出来就较袂要紧啦。啊，我去出来，快咧摇就去倒出来。啊，就规档发生，就今仔加载讲哦，就人无入来，对无人入来，这代志就唔知要哪解决啦。这间土角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住一口罩3个人。当地村长表示，这间厝原本结构都拢有损害，已经无适合住人，但是住户家境较困难，即阵也赶紧通报公所协助煞后的重建。啊，伊就是阮乡的低收入户，啊较艰苦安尼，啊因这种共业的，啊所以幸好是人员平安啊，阮即摆要甲重建，嘿，啊我们有启动。那个灾应变中心就是，管路互阮1万，啊，阮公所2万，先互伊去租别位，啊，阮即摆才想办法来甲伊重整家园这样子。除了土角厝倒去，埔盐大有川嘛有旧低调放弃，原本一楼悬的壁面剩无一半，嘛是用插头堵掉的，加强建筑物的安全。中央气象署提醒，未来这几天拢阁会有地震尾，民众爱提悬警觉，唔通挖进危楼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